这种菩萨，我们老师菩萨要帮助我们，一定帮助怎么样？你认真修到办道，时间忽略自己的孩子，以道为重，忽略自己的孩子，忽略了家庭，所以说现在我才有机会跟你弥补嘛，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要做得太好，你对家庭做得太圆满了，老师又没机会圆满了，那你助道的结果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好，那我们最后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培养弟子不能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你有敢来讲盖地做总务的后，做烘焙部的后，其他都不要那这样对你这辈子真的是没有帮助你可以做更好的那么老师跟我们讲虽人体系多少苍生性命，这我们都清楚那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表跟我们讲过就是说关系到1276位，所以你一个人修到办道，让这么多人可以参观，何乐不为何乐不为那应该深化来好，其实付出也是一种修行，对不对？你今天请5位师来佛堂，真的就是一种修行。所以说一般人把小事当大事看，却把大事当小事看，那你要干嘛但是我们修道人要把小事看小，把大事看大。芝麻小事的事情都不要去看它，把大事看大，看作这些事情。遇到困难与挫折，只有怎么样往前走，往前走好，最后我们3天主考跟我们讲的，来，大家请念一次来，在家出家，亲朋只为伴，齐家修道，天理有团圆，6万连载，逢此良机会，错过此机，想修难上难，子不信，只因冤业重，至死后悔，呼天也枉然。有言善信，得道数前半，龙华大会，那时显威严，暗功定国，分毫天不昧，全在此时，努力行功前。这是3天主考给我们一个鼓励，希望说我们可以这个道化生活，齐家修道为目标。最后祝福大家道成天上，名留人间。想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我慈悲赦罪，我们莲师各莲师多多指正，感谢大家。